开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来说哈发。第一句话，这是冯先生的家吗？我是他的朋友，跟我念哦。也是彭先生的屋下么？我是他的朋友哦。也是就是这里是彭先生，先生就是先生，某某某先生就是先生，给就是他的。屋下就是他的家里吗？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是他的朋友。朋友，念得很好哦，这样子哦。嘿呀，来进来，请进来坐坐。请落来坐，请落来坐，就是坐一下的意思。歹勢很好学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好意思啦，歹勢那个音啦，歹勢搞吵到你嘞，就是打搅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唔該，你等一下就是等一下，佢停頓就轉來，他停頓就是跟着就會轉來，就是回來咯。我們請相聲名嘴馮翊綱講客家話。也係阿江先生嘅屋下麼？我係佢嘅朋友。係啊，請落嚟坐。歹勢哦，搞吵到你哦。唔會，你等一下，佢等等就轉來。我明明就在家，为什么要假装自己不在家？考试，客家话的等一下怎么说？等一下，安慰。今天学到这咯，张磊了。